你女朋友现在回去看到男朋友真的全面失踪哎，真的硬一点好吗？硬一点可以的，硬一点。对啊，这比软掉好吧？我们今天改造的是男生，听说他是一位工程师，所以我预计要把他变成一个魅力工程师，高富帅，对，高富帅工程师可以变成高富帅工程师。真的，我们今天要改造的人很惊人。你说他的头发，其实他根本就不知道今天要拍影片，他女朋友只是叫他来剪头发，他女朋友报名的。可是你女朋友很认真哎，他那时候看到一报名，他就赶快传你的照片，他说我男朋友头发很需要改造，然后你真的只想说来剪头发，对。反正他今天就是抱着来剪头发的心，但是我们要全改。然后他刚才说他是什么船员工程师，哎算吗？那叫什么？在船上在修理东西，修船的。他说他9个月才会回来一次，9个月都在船上。因为现在疫情又不能下去。那好像也不用太帅，帅到一个标准就好。我们今天还是有一个目标的改造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买回来，然后要来剪这个头发。我给大家看一下他现在的头发，就是很厚很长，因为他平常都在船上，所以就是已经几个月没剪头发，9个月没剪头发。那我们今天的改造范围就是要把头变小颗，然后干净一点点。好，那就先剪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先把后面剪掉好了，很长，然后他头发很硬，又有自然卷，所以我现在想说先剪完看看，剪完再决定要不要把头发压贴，让它变得看起来柔软一点。你女朋友应该会很期待你变成怎样？不是就剪个头发？没有呢，头发是很激烈的表现，不准你这样贬低我们这个行业。我乱讲的啦。你的头发感觉很失控哎，很炸。优良基因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剪完了，现在看起来头发还是有点可怕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就要染头发，染一个咖啡色，再把头发重新调整一下，烫一下。现在看起来蛮像疯子的。好，那就先染头发吧。好的，接下来 model 的头发已经染完了，先让大家看看，非常的猖狂。杂草啦，剪完就是你知道，啵！我刚才给佑看了一个照片，我说我要像宋仲基那样服帖到不行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头发烫贴，然后把发流就是用顺。那我们就交给专业的佑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已经烫贴完了。这个湿润感很好看的。你回去你女朋友哦，你看不到。他看不到，一直不好意思哦。看。你女朋友现在回去看到男朋友真的全面失踪哎，真的哎，真的啊，现在是失踪状态。完全不一样。好，这样就完成啦。今天改造结束啦，现在的样子就是这样。好好看哦！一个长得好看的头发，然后因为原本也真的太不好看了，所以这算是可以说是一个长得好看的头发，然后染了一个漂亮的颜色。好了，总之就是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搭配，就是很素雅、很简单。